anglo nye lok baro susnam ju shela mo khwaya chile geyo ra what is worry susnam ju shela mo khwa chile geyo shela mo ge khwa chile ge chu do le leps khatu losh what is worry ni ya de thongga chi na le the sa chi 수수베테 모겐 케날 조금도 되제 베트 랄도 되제 베트 깔 풍사제 베 비주스다 没有过是真的吗也这么学行还在找你是大概叫来呢还在俺才来了还在你不是那时俺马上是来呢是马上我就你把我个过呀的是那时也这个么的俺那苏人是多钱是不假不人工的钱还在那根本来是的钱你说来对怎么的呢俺这啥子都还在个才来了俺们不同呗是那的怎么学叫黑在来买枸杞原浆是但基本但看不切的黑在个枸杞的牛呀是的呢工作谈的呀呀，工作，俺那聊聊天，美女啥身材看啥，到估计我是不晓得，在行上混头讲嘛嘞，叔叔阿姐起来跟在来说呢，我打找着叫嘞，虚的不行姐，你发慈悲给他一箱，枸杞杯啥，我马上都那来吃水嘛嘞，马上都那偏头嘛嘞。别的个大把resti接了，箱子几个等个嘛大，还在都过去了，箱子俺在过夜的工作是有，直播间这熬夜这闲呐，我这东比就忙我到东啊，这个的别的个，热死不得个别刚不摸个月是真的。yang atwa ada gyak ba yus ni de wa nga想起姑娘没让女股东嘛的，等我还在找你噻。有没有作用上肯定有作用，黑子是不理噻，你出来的看来读了书嘞，出来给的了，吃点都，那算了，介绍哦，黑子是不理噻的，你是呢？你是吗？真的是，不啦没啦啥哦，把那的俺那个安排起的，黑子来的，我就安排讲嘛的。巴拉的俺们啦，差不多了，俺啦看不起你的个，我在直播间那是帮的学嘛的，还年轻噻，对他比我小，俺来老可在这个穷，没事，可在这老你手皮切嘞，我啥老你手皮在这下，看他老穷这下，我就是单工作学来的毛这些毛啦啥子没呗。25岁，姐你今年几岁了？我都30岁了嘛，快，今年的生日过完了就是30岁了。姐你不生孩子吗？我也想要一个孩子，真的实话，但是谈得起做的不嘛给呗，用我们多啊，不也说吧也别等我给这个位。嘛给这工作给个大年了，这单这下这可呀，跟着嘛去比呢，我就怕么亲眼的都过吧，嘛给这跟着去么头吧，吃下说那没然了不负责任的，给是吃给要有吧，吃下说你工作不给吧，给怎么的，不给呗嘛，这没然了也得。别看他有这干个了这吧，但是俺的谈得嘞，然后也吞着切不了西呢，这样，吃给要我吃说那不是给你用。如果교회 유연하래 매나래 교 유연하래 교 매나래不就引进这个原因必须得生一个孩子噻，姐姐单身嘛噻，是的，孩子生的容易，遇到一个不负责任受苦女人和孩子，但我读书了吧，你主要是地里的，老公去哪噻？没有老公啊。主要是吃给养我了，吃什么的不及给，俺那面没让了月子或者你吃了吧，吃个土呀的，俺们吃个吃不起，你吃个大怕错呀，我给你点吧咪，俺那吃个吃不起没呢，俺就我个不算是那说土吧，我都是的，离婚了这你自己养嘛是呢，啊，但是离婚就把钱给不你钱呗，啊嘛的看来得做呀，嘴巴是那的工作，得的是必须是哦。吃个吃不起，没吃个嘞，没可呀，没掉的，没可嘞，人家不是给要这掉的，我吃不嘛这个这对吧？工作不离看见是那的，这个这个是那的工作，不离过都这个 kill 的，俺来说些的他，呀，
过来你们都睡我呀，然不离我 kill 的下去哦。没结婚开始离婚了噻哦，会再帮你生一个噻哦。不来真的给他去比赛，我的基因要求巨大，无关的就压个去哦。不叫我的，我的年我的是那的看，双眼比较，对吧？那我的做到差着的，我就不年我的在看，但是那我的的。你应该泡过很多男生吧？噻哦，老什么叫那个小三的，你看他来的，给嘛那个离婚天可自己不给是吧？哦，可是对吧？别的装备啊，这都是到古嘛天可自己给那哎呀，항상婚头吃个鸡，가로 저것도 중요해 가르치냐 봐. 가로 뒤에 저 뭐지 빈 단제 단등 예수나데 요말 칭칭 참데 돈돌레 부부게 कुछ अंगोता दिसलब जेते और तंद बेते पुपु ड्रुमना ने मा थंथु मारे 男生比大的好吗？比小的好噻，大的好过没？看现那我全部给不里来来那诺，说对话也没那些那我长远的多。估计我就一次说那个我当这边等多了我都是这样的，这是谈很多的优点嘛是优点的缺点可以去嘛，其实说句实话，但旁边我那些吧这些送可能损耗一点但如果原给吧，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地里的不要什么都吧这些送，没让个来不的还给我，但你给这还过算不算？但你意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懂？不应把这些送，旁边搞给几节的有吧这些送啊，可别的可顾不吧，伢多人的当个就吧这些送伢多的上去了没？我伢多是能我说的工作，财力上按什么伤害去了？我都是他干个，其实都多多少少，身边那对吧？跟他来用个去的，人家下一个更乖是意思了，干个了，我在这种听上，为什么不找老公呢？是，呀个土唔土，我那搞起你的人干个了，退休不了是那的感觉，怕搞不远个的就能干个，而且是我们吃什么都的。怕意思原就的人干个兄弟吃，阿妈出搞起你的人干个专门的个不子弹就是那的感觉。我给你介绍一个可以吗？是。说，这你的都楼房嘛是？给上次给他几拉也送我的吃的楼房今年的真的热开着的噻。刚今年把他拉我上麦噻。好，呀，等我光的等一下这个邀请，这样的吗？哎，等兄弟不能上麦，你一上麦的话，我这边听不到声音的，我设备没连，今天晚上。给不对。我的声音听不到的。啊嘞，估计我是过的几路就的是，过路能舒特的是啥？介绍一个没开着的噻，我不想要。带来做了的第二呗，做了的全部吃呗嘞，要了切土了吧我下去了噻，好的兄弟，好的，我把这个关了啊。洗个这一不要我都要呗，当我呢，看些的别的那个叫不叫的，中午叫的，不管叫哪个去啊嘛，对，看些的呢，对了呀。大了得，我来洗个大去。我想找一个阿里，但啥子爱鬼没的，啥子干了没呀？我多的，你给这么大呢？就拿我们西藏拉萨的男生来说，不看些那温柔到极致，泡沫强不干这样的，看些那个被懂这是那的，确实。不是说哪一个地方的人懂不懂，主要看这个人的没得到的姐姐现在这个年纪会把颜放在第一位嘛噻，颜的加百红来等嘛的，多是那的多。我比如东给的，我多少个来多年注，看现在多
야구 란데 또 다시 라면 교제 미 야구 운제 유바미 객집다 떡이래 지르지 주위에서라 집에 또 간지면 미 ren거 메리 그래 또 그래 야끼야 주도 대 차르차 我就得多喜欢哪个的人是我不知道，只要是藏族都可以感觉什么找什么都那么回事的，人家干过个免费教解密点用的家里这买高挂啥业绩了挂这边没学的呢，找对路的时候我是第一个颜值再看人品，大家肯定容易谈过土着个都什么多大家去给人呢，爸爸姐姐米大家瞧了人性好的话必须好伤就是的免费的出了社会还会有吗chắc tôi đi kia xem đem mà chỉ sợ em mình cứ sợ tác quá để kiếm trên như thế để lên yo ra ngay đó muốn nghe thôi như vậy anh nghe là mình cứ qua giải quyết mà chuyện mình ta có ra là mình sự mình cứ kiếm nhận được to lệ gì 연구 다음에 lệ gì 야미는 또 봐 돌아스다 야미는 지금 연구 된 거라 mình cứ ra kiếm chú cứ ra 범디지 가시게我们就来你这个这免费教过了这个不吧听你说的的贵死了被嫌那了年的哦人品第一位但第一次都看颜值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是这样想我那你的心里的吐不你了结果都比啥子没通不来嘞人民币都没干过啥那我先走了啥 OK 구두 비게 그래서 미스터 통부로 알레니엘 지라데 다시오 好好说哎但我现在说一句实话我想找一个当俺的生意的俺的找姐公야게 줘야 그 삼로 연결된 그 미 생이 되게 뭐시不想找那种臭在烂泥里面的泥鳅我操天天需要我去喂养它可我呢呀求的东西这咔当这的你也可睡的嘛睡而且我来可被洗着过去这被可讲了说这年对吧我的生意中么多还是那句的人性好的真的是现在没人个啥的要面他做什么事都看下来是那没读啊呀弄的要给为手动啊但是你真的想干一番特别大的事业的话得要嘛的姐姐好想和你好好告诉他给有上过呀杨克的青年呗我要双向奔赴不会在以前一样恋爱那死了是他报的毛的就能疯狂擦抓起肯定呢老松就也没的是的给是别的了这东西第一呢查完那了最多啊肯定呢别的了第七这别的老亲就个都干报的呀忙查着的你的school就我才没有事我爱你是的嘴巴个爱摸个是吧是吧我想找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光俺钱不够求有那里不可能说一句实话你也没怕钱那么去出钱呢我要找一个我对他你也怕要求对他能看到而且有回报的那种我不喜欢单方面的付出这搞过了没姐姐怕你需要什么条件啥苦都买比他写了给现在事业第一位啥比比的爱18是啥意思噻18是呢我们个把给咱们的屌丝啥就把我都说了我操这个三观可以噻运气但我都是这的但是三观再好又怎么样呢遇到都是这个渣种抠种兵种工作反应快聪明噻其实聪明也不到聪明脑子是挺灵活的有时候真的那边呢小路没做什么事没问问题是真的你可是这班了还没是能看说的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你在上去吗上来吗能看说的알레데 게이고르 부동하고르 디제제 첸페 제셔
姐姐大学哪里上的啥？四川绵阳嘞。可是泡你心从未改变过哎。有点晓得，免给你点卷的地那了。我叫我上免费给的，叫我甚至点你的晓得的。脑子里面都去有啥哦？觉得那了，上次给你读过几首我给我，给那边那最给你看好嘛哦。普通话刷了花呗，还可以噻。那学我没错是呢，干啥叫的？那学我没错是呢。我们说不懂，可以吗？是呢，看着可以吗？是的。来1点了，我们没点关注，点一波关注我就下播了，好不好，家人们？明天白天有时间的话给你们播，然后聊聊天啊，声音推最多的你们给来播音，可以不免费噻。杜鲁矿在给不没了呢，看啥杜鲁矿在给没了，但免给的给你点都打看的，根据我们就是来请你点都，按答应工作。免费的关注点一下，明天白天开播给你讲故事咯，好不好？因为我明天早上还有事情，需要早起，不能待得太晚，理解一下。感谢你们的关注。